领着俄罗亚花，就伫上帝的圣所俄罗伊，就伫伊关联的宫墙俄罗伊，就因为伊大关联的行做俄罗伊，照伊美妙的冠大俄罗伊，就分孝角俄罗伊，大舌大琴俄罗伊，拍鼓跳舞俄罗伊，用丝弦的乐器，甲分箫俄罗伊，用声大的喇叭俄罗伊，用音悬的喇叭俄罗伊，既若有喘气，拢着俄罗耶和华，领着俄罗耶和华。咱同心来祈祷，至圣的爸，感谢你大大稳定临到阮的心上，阮真正是满满领受你对天顶来的平安、和平、甲疼。虽然伫即马全世界拢伫即个中国肺炎的威胁下面。阮犹原会当安心做礼拜，虽然阮无甲阮的兄姊妹聚集做伙，毋过阮抑久三甲斗阵，伫网络顶面，阮来做礼拜，这是何等大的稳定，阮所会当得到的。伫即时，阮要同心来亲近你的话，求你的圣神同在，你亲身教示。帮助阮明白你的话，嘛赏赐阮有气力，通将阮所明白的行做出来，成做阮生命一部分。阮虽然无教业，虽然袂堪钱，毋过阮愿意安尼来行，来试看卖啊！求你圣神帮助。下暝的时间，你亲身来教示引带，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马太福音第21章第1节到第11节，因行近耶路撒冷到伯法其甲橄榄山的时，耶稣找2个学生，甲因讲：恁去对面的乡舍，两面会有拄到一只驴北地，有驴啊，甲伊伫地，偷开，牵伊来我遮。若有人甲恁讲啥物？就着讲，主欠命伊，伊连伊要送伊来，这个事，这个代志，正是要应验早托先知所讲的，讲就甲孙的查某囝讲，你的王来就近你，温柔，佮骑驴，甲驴所生的驴仔。学生去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。
牵驴甲驴仔来，将家己的衫除伫因顶面，耶稣就上去徛。众人中较侪将家己的衫铺伫路里，有的草树枝铺伫路里。前行后地的众人话讲，台北的福的和散那，伫主的名来得到呵乐，伫至高的和散那，伊入耶路撒冷，通城摇喘，讲：这个是一罪啊！众人讲：这个是先知耶稣对加利利的拿撒勒来的。各位兄弟平安，今日咱的经文来到马太福音第21章第1节到11节。这个主日是中秋节主日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耶稣入到耶路撒冷受苦等十字架的正前的一礼拜，嘛是礼拜日。耶稣入耶路撒冷，众人同城犹太人。用樟树枝，来欢迎耶稣入城。这个是教会历史拢有在纪念庆祝的棕树节主日，樟树节的主日。咱今日这段经文4本福音书拢有记载，咱今日选的是马太福音的记载的叙事，对21章开始第1节到11节。则讲到讲耶稣因离开。行到要挖伯法其伫迦拿山的所在，其实伫头前一站是耶利哥城，伫耶利哥城，过夜了，来到耶路撒冷，先经过伯法其甲迦拿山，伊讲耶稣甲两个学生讲，恁着爱去对面的乡舍，连伊会对到一只驴伏伫遐。有
驴啊，哦，甲伊绑做伙吼。这北法期甲甘拿山差不多差伫耶路撒冷东边差不多1英里吼，1.6公里的所在吼，已经是足近的所在啊。吼，所以要入城进前，耶稣伊交代伊学生去牵一只驴吼，甲伊的驴啊。经文讲，这件代志是要应验先知的话。吼，先知安怎讲？就讲，就甲舜的查某囝讲，你的王来就群你，温柔个骑驴，甲驴所生的驴啊。这段经文吼，头一句是伫以赛亚书62章的11节吼，后面的部分是撒迦利亚第9章第9节吼。马太福音的编辑者甲伊放做伙吼，要应验旧约先知的话，要应验旧约先知的话，这对犹太人非常的重要。吼，那要好，就是讲这个作者吼，这个作者要好犹太人会当接受耶稣就是基督，耶稣就是因所天后的弥赛亚，一定爱对旧约的圣经来有一个证据，吼，所以特别写讲，这是要应验，吼，要应验旧约先知所讲的话。啊，毋过各位兄弟，我跳出来问一个问题，吼，要应验，要应验旧约先知讲的话，这对犹太人非常的重要。各位兄弟，啊，若对咱遮的外邦人，敢有重要？就是讲，耶稣就是因旧约的时代所天后所讲的，先知所讲的迄位弥赛亚。弥赛亚的意思是什么？什么是弥赛亚？那位受膏者。耶稣是迄位受抹油的迄位，对犹太人是至重要的，因为这是写伫旧约，因犹太人在天后的。各位仔啊，对咱外邦人有重要无？无呢。咱外邦人吼，咱这外邦人，其实这位耶稣，这位弥赛亚是救世主的这个职分，真的对咱较重要。伊是毋是旧约所预言的迄位弥赛亚，就是要救犹太人离开所有的痛苦的迄位弥赛亚，要复兴以色列王国迄个弥赛亚。对咱外邦人是无重要的，所以常常咱大家有一个理解吼，圣经侪，尤其新约圣经侪物件，其实是适合犹太人看的，吼，对犹太人有意义，啊，毋过无一定对咱有意义。毋过咱爱知影，吼，我们要知道整个从旧约到新约，整个连贯的上帝的作为甲上帝的救赎，这点是甲咱有关系。这特别讲到驴甲驴啊，和合本写驴和驴驹，我们可能不晓得什么是驴驹，的细架驴啦，咱台语讲驴啊，后边佫加一个啊，驴啊，那就是小驴。讲狗啊，猪啊，就是这个道，咱个台语是安尼用的吼。所以用只有马太福音是写两架。一个驴甲驴啊，伫马可跟路加福音，我讲这件代志，4本福音书拢有写。马可甲路加福音，因是强调讲这只驴，因写一只尔，讲这只驴无人骑过。啊，若无人骑过，就是驴啊，就是细只驴啦，无人骑过。啊，你若无人骑过的驴啊，其实会惊。若有大只驴，因妈妈甲因做伙，就会安稳。所以虽然这4本福音书写的无共款。刚才马太福音写两架，驴甲驴啊，其实是合理的哈。啊，门徒圣经讲门徒就照耶稣的法度去行，吼。伫迄个时代，若是王，无论什么国家的王，那王骑马入城，那个是战争呐，那代表战争，征服这个城市，竞争，啊，毋过王若是骑驴入城，是带和平。表明伊的谦卑，伊的慈爱，这是无共款的，这不只是犹太人安尼想那尔，所以耶稣伊的选择
伊是要骑驴入来，这甲犹太人的观念无啥共款。犹太人在听候迄位弥赛亚是要复兴以色列的王国，是会击败所有欺负以色列人的外邦人。因概念中的弥赛亚其实是骑马的。圣经就写讲正人因较济。甲沙，也是讲甲迄个扯落来的树啊铺伫路里，用安尼来欢迎耶稣入来。迄是迄个时代对较尊贵的人的欢迎，也是讲致敬的方法。迎子遮较尊贵的人入城，拢是用即个方法。伫旧约的时阵，迄个耶户。伫南犹大的耶户，伊要称王的时阵，记载在列王记下第9章13节，他也受过这样的待遇。伫两约时期那个马加比运动，马加比这个家族因拍赢外邦人，要入耶路撒冷时阵，嘛是这款的待遇，就是因甲衫甲扯落来的树铺伫路呢。所以因安尼对待耶稣，表明这是因看重耶稣是这尊贵、这重要的人。不只是安尼，因搁话讲，着甲孙城的查某囝讲，你的王来就近你，不止，是温柔搁骑驴，甲驴所生的驴因不只是讲这，因伫耶稣入城的时阵，因大声伊讲。前行后地正人话啥物话？话讲大必嘅好诶，何山呐？伫主诶名来得到俄乐，伫至管诶何山呐？大必好诶，咱知影因讲到弥赛亚，就是迄个大必好诶。即个何山呐，啥物意思？何山呐，原文诶意思就是求上帝拯救，你即时代拯救，呼求的意思啦，就是爱上帝爱拯救。毋过，若到迄个时代，何塞那已经变成是一种，即句话已经变成是一种犹太人的群体在欢送的一个名词。那亲像因这会时阵会发哈利路亚，会讲阿门，何塞那拢共款的，就称颂的话，所以你也甲想象，耶稣徛入来的时阵，伊这样是咧画啥？画拯救，拯救，这是一种。很胜利的欢呼，你会当想象哇！伫迄个时代，因是遐尼看重耶稣这个人的历史啊。伊讲，这个人是啥物人？这个人是一罪。有人在问，伊讲，因为耶稣入城，通城摇掣震动起来就有人问讲，这个是一罪啊。这人是啥物人？这人个回答讲：，这个是先知耶稣，对加利利拿撒勒来的。搁加一句，讲对加利利拿撒勒来的先知耶稣。那安尼讲法表明啥物话？表明耶稣是一个先知，普通的先知那样。就是一个先知。好啦，能力很强，会行神迹，一个先知就是一个先知，唔是真正因所听候的迄个弥赛亚，就是讲边仔人伫讲的人，甲迄话的人无一定共款。因介绍讲，这个人是先知，是得自为先知，伊叫做耶稣，对地来，对加利利，加利利是一个比较大的省，拿撒勒小渔村，拿撒勒小渔村。因为耶稣是一个菜市仔名，讲到先知耶稣，可能有介侪位叫做耶稣，有的是先知，有的是卖鱼的、卖肉的，介侪。嘛有可能有另外叫做耶稣的先知，所以你要把他的出处，伊的故乡讲出来，伊是加利利拿撒勒的耶稣，就很稳妥的，就是这个耶稣，不会搞错。这个是迄个时代伫边的人对耶稣的认捌，就是讲要介绍这人啥物人，伊讲伊是一个先知，
对拿撒勒来的先知。搁下这咱的经文到这，我要问一个问题吼，我要问一个问题：若是现在咱要安怎介绍这位耶稣？伫台湾基督徒，你要安怎介绍讲这位耶稣？因伫迄个耶路撒冷的城汤城摇出来的时阵，边仔有一寡犹太人，因的认捌，这个是先知耶稣对加利利拿撒勒来的这位先知。咱会安怎介绍这位耶稣？伊讲，这位耶稣是树立福气、大富贵的耶稣，是毋是？还是你会讲啊？这个耶稣是互你病得到医治的迄个耶稣？还是讲要互你卓越、要互你丰盛的耶稣？还是讲要互你大老厝通大迄个大车通水的车通开的迄位耶稣？你要安怎来介绍这位耶稣？各位兄弟，咱若安怎认捌这位耶稣，咱就会安怎介绍这位耶稣。这是一个至重要的代志。2000当之前，当耶稣最后一届入耶路撒冷城的时阵，有人安尼介绍耶稣，伊是一位先知啦。嘛有人安尼认捌耶稣，伊是迄位代表好的。啊，咱呢？其实伫马太福音第16章的时阵，耶稣捌问伊的学生，伊讲：人讲人子就是我，吼，耶稣讲甲称自己为人子，人讲人子是一罪啊。马太福音16章，吼，伊学生就讲：啊，有人讲你是加西利约翰，有人讲你就是迄位以利亚，有人讲你是耶利米。也是讲你是先知中的一位，头前迄三个其实咱拢知影，伊讲加西利约翰、以利亚、耶利米，迄讲先知中的一位是啥物人？是你讲倒一位？咱的汉字安尼翻译会让我们迷惑。其实你若看英文的翻译，你就知影，他只是在讲说那个 one of the prophet 就是先知中的一位，就是讲，伊就是一位先知啦，正先知凊彩一个啦。这个门徒，这个学生回答耶稣，耶稣讲：啊，那恁呢？恁讲我是一罪。无人出声，敢若彼得讲啥话？彼得讲：你是基督，你就是弥赛亚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上帝的囝。哇！耶稣听了这句话，做欢喜，伊讲这毋是人的嘴会当讲，这一定是上帝，上帝的神，互你知影。所以耶稣对彼得安尼讲，大大的称赞，讲你是石盘，教会的根基要在于你。耶稣想事讲，要互天上帝国的锁匙，互恁，恁伫地上偷绑的，伫天里面要偷绑，你们在地上捆绑的。在天上有个捆绑，就是讲这是一个耶稣认为最正确、最对的答案，就是讲你是基督，耶稣是基督，是上帝永生上帝的囝。毋过，就算讲彼得是安尼的宣告，这样的任性，告别他的信仰，讲耶稣是受抹油的迄位，是。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囝，毋过伫彼得的头壳内面，耶稣犹原是骑马的迄位耶稣，毋是骑驴的耶稣。各位兄弟，就算讲是彼得遐尼亲近耶稣的人，伫迄个时阵对耶稣认捌犹原无够。咱呢？看下咱是安怎认捌这位耶稣基督？头拄讲过啊，是毋是想说咱啉食趁大钱的耶稣？是毋是互咱平安，袂得到肺炎，袂得到中国肺炎的迄位耶稣？是毋是互咱伫即个世界会当欢乐、快乐，会当做幸福、美满的耶稣？
咱心内所认捌，迄个耶稣是毋是即款的耶稣？佢下这最重要一件代志，就是当犹太人错误认捌耶稣的时阵，就是用因认捌耶稣是错误的时阵，也是递到因甲耶稣钉死伫十字架。他们错误的认识耶稣，以至于他们钉死耶稣。佢下这哪咱呢？咱若是对耶稣有关系错误的认捌。咱敢真正遐尼确定，咱袂阁一届钉死耶稣。咱爱知影耶稣的死是为着咱的罪，是要洗清咱的罪，甲咱甲上帝的关系欠上帝的部分还去，偿还掉，处理那个犯罪的爱死的这个问题的代价，耶稣替咱担这个代价，这是耶稣的死。耶稣的国活代表伊赢过罪，赢过死亡，伊要成做咱的代表。当耶稣是咱的代表，伊赢过罪，赢过死亡，就代表所有甲耶稣基督结连的人，嘛是赢过罪，赢过死亡。咱来看一个表，我演过，捌甲大家分享过，就是讲，因为亚当，伊是所有的人的祖先，所以伊代表所有的人类。对亚当出的人，拢是互亚当来做代表。当亚当犯罪，当亚当的死，就代表所有的人拢是犯罪，所有的人拢是互死，性命拢是互死来掌管。毋过，上帝救赎的方法是另外搁找一个代表，就是耶稣基督。这神学家称作伊是第二个亚当。毋过，这第二个亚当，伊无法度亲像亚当共款，会去代表所有的人，因为亚当是始祖，是祖先，所有的人拢对伊出，所以伊理所当然代表所有的人。耶稣并无法度很自然呢，自然去代表所有的人。耶稣敢若会当代表愿意甲耶稣结连的人。另外一番讲法，耶稣敢若会当代表迄相信耶稣的人，信任耶稣的人。所以当耶稣赢过罪，当伊搁活的时阵，就代表所有相信耶稣、所有跟对耶稣的人。拢是已经赢过罪，都已经有互上帝称作义，算作是义人。毋是咱外高，毋是咱外好，是因为咱的代表所做一切，咱成绩才会稳定。既然是安尼，既然耶稣是咱的代表，搁因下这就是表示讲，咱爱活的时阵，爱亲像耶稣啊，无要安怎，伊成做咱的代表，伊爱甲人一模一样，伊较有法度代表咱嘛。伊既然代表咱即马受到伊来代表的稳定，咱就要活出来，爱去亲像耶稣的款式。若安尼话，过下这咱爱思考呢。咱所认捌的只有耶稣，咱所清楚了解的只有耶稣，伊是对咱有啥物要求？耶稣捌讲过，耶稣对咱的要求，伊甲一切的诫命、律法、甲先知的总拳头，就是爱咱爱亲像伊共款，爱听上帝，爱听厝边。耶稣阁赏赐咱一条新的诫命。是啥物货？即摆拢袂当问问题吼，我问咱要插话，拢一直甲咱一直讲。耶稣赏赐咱一条新的命令、新的诫命，就是爱咱三听。耶稣阁要求咱爱诚做伊的证人 （witness） 证人啊，见证。耶稣阁爱咱来看无家己，华语讲舍己。
啊，毋过我较介意咱汉日本写，爱看无家己，那个对付我们的自我，看无家己，爱背咱的十字架来跟对伊。这就是意思，就是讲咱爱甘愿那个老我要死去啊，那个自我要重新对付。耶稣佮讲清楚，所有跟对伊的人，伫这个世上会有苦难，会受苦。耶稣嘛，做清楚讲，咱伫世上、伫世界，咱是盐，咱是光。耶稣嘛表明，这个世界毋是咱的祖家，伊去要伫天顶为咱备办所住的所在。哦，这是毋是讲，所以咱即马活咧，拢凊彩活咧就好？毋是，即款的提醒，即款的概念是，咱爱知影，这个世界毋是咱的祖家。啊，毋过当咱还阁活的时阵，咱就爱甲上帝国的款式伫这个世界活出来，因为咱是属伫上帝国的百姓，所以咱就爱伫地亲像伫天呢。毋是当咱伫世界时阵，咱所有的心怀意念拢放伫这个世界。耶稣既然是咱的代表，安尼，佮讲一解，就表示当咱活咧的时阵，咱就爱亲像耶稣。虽然各位兄弟，咱实在做袂到，我家己牧师我嘛做袂到，啊，毋过咱爱愿意去活出来，亲像耶稣。伫2000当迄个时代，耶稣入耶路撒冷的时阵，遮个人介绍讲，即个就是先知啦，耶稣啦，对加利利拿撒勒来的啦。各位兄弟，我伫今日中秋节的主日，我真心诚恳要问你一个问题：对你来讲，耶稣是一谁啊？对你来讲，你所认捌的耶稣是啥物人？是啥物款的人？咱真正就爱清楚一件代志：当犹太人对耶稣有错误的认捌的时，结果就是因甲耶稣钉死伫十字架。如果咱嘛同款对耶稣有错误的认捌，各位兄弟，咱有可能有大的可能，嘛会甲耶稣搁一届钉伫十字架。咱今日欢喜庆祝中秋节的主日，咱爱知影2000当的迄个主日，迄个星期天，搁过一礼拜，耶稣就死伫十字架顶面。咱若继续错误认捌这位耶稣，掠做这位耶稣，就是要互咱伫这个世上过这个世界的价值所认为的好水的迄位耶稣。各位兄弟，咱一定到尾，搁一届甲耶稣钉伫十字架。咱同心来祈祷。阿爸爸，阮真实是满满领受你的恩典的人，你的恩惠，你的快乐，你的疼，满满临到伫阮的众人的心上，帮助阮每一天更新对耶稣基督的认捌，帮助阮虽然实在活伫这个世界，毋过毋通互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迷压去、牵去、歪带去，互阮会当知，这位替众人死的耶稣基督是啥物款式的性命，
是对阮众人有啥物款的期待？伫今日中秋节的主日，伫欢喜摕中秋鸡，摇中秋鸡来欢喜耶稣基督入城的日子。阿爸爸，你帮助阮搁一届思考，这位耶稣伫阮的生命内面，到底是啥物款的耶稣？伫台湾基督徒绝对毋通，佮想要伫即个社会过家己欢喜的生活、介意的生活、习惯的生活，去压迫别人。这毋是阮的祖家。阮爱知阿爸爸帮助阮真做看无家己的基督徒，帮助阮真做愿意受苦吃亏的基督徒，帮助阮真做愿意背十字架扛底耶稣基督的基督徒。当阮安尼做的时，阿爸爸，阮不知未亲像犹太人搁一届甲耶稣钉死伫十字架，阮是要甲耶稣基督同行伊的学生。阮未堪自阮做袂到，毋过求你纪念阮愿意安尼做，圣神交阮伫地。同心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各位下载平安，真欢喜，咱搁一届伫网络顶面三级做礼拜。这礼拜有2个报告的事项吼，咱要邀请咱所有的兄弟姊妹，咱伫厝里看录影礼拜时阵吼，咱家己翕一寡相，也是讲要录影短的影片，差不多5秒6秒，拜托的毋通超过10秒，咱家己
跨礼拜的时阵，也是讲要甲咱的全家福吼，啊，这是咱会长老所提议的一个好的方法，吼，咱甲咱全家福拍个照片起来，吼，啊来，交给教会，啊教会会伫每一个礼拜刷后面，吼，会剪接一个咱的固定会友报平安的这个一个时段，吼，啊，就会当甲咱所有的兄弟姊妹的相片啊是影片吼剪接起来，吼，所以咱虽然无做伙礼拜，啊，毋过咱会当伫看礼拜录影的时阵，嘛有望看到咱正兄弟姊妹即摆的情形，吼，所以你若是全家吼做伙伫遐咧看，啊是讲你一个人看嘛无要紧，吼，你甲你看的迄个打招呼吼，迄一个上，吼啊或是短短的影片，吼，你会当寄伫咱的 LINE 的群组，啊是你就直接丢在咱的古亭2.0，吼，脸书，有兄弟姊妹有当工会甲收集起来，啊，摕互咱的幼龄的兄弟，伊会替咱剪接起来，吼，咱因为暂停实体礼拜，所以真正这久无见面，吼，大家拢做互相做笑脸的吼，所以咱毋通歹势呢，就真正甲迄个翕一寡相片，啊是甲短短的影片紧寄出来，好啊，我们在下一次的礼拜得当互相见面，好不好？恁的确是满满承受上帝赐福、赐稳定的一群人。恁着深深认捌主耶稣基督，不只是你的救主，是你的朋友，是你的兄弟，是真做你的模样。伫这个世上，要活出上帝国水的款式。互众人对恁的性命看到上帝国水甲香味。愿主耶稣基督恩惠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相通保守、充满甲安慰，要甲恁众人伫地，尤其是甲正心无平安、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伫地，要对即时到主过来。阿门。